即为邪上。不必为凡夫我得即为邪常。诸义圣人无常皆无常，有义圣人为常皆无常，强成不倒。强成不倒。道涅槃了义告中，道涅槃了义告中，破其偏见，好避偏见，以迄说真常，以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正。真乐真我真清。一经一言对义，逆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以错解不知玄妙最后的语言，以错解佛之玄妙最后之为众立千遍，有何所益？有何所益？这段呢，就是因为咱若做会员继续甲这个形象做一个开始啦吼。不必为凡夫，不必为凡夫，以凡夫这个外道即为邪想，就是讲我在讲嘅这个凡夫当中呢，因为即为外道。即为什么叫做外道？因为离开了自性叫做外道，离开了自性叫做外道。所以咱常讲一句话讲经不离性，说话不离心，拍题不离点。咱常讲这个，但是因为今日讲经来离开性，那安尼当中，比如前日，咱大家坐车，咱有离开咱的本性无？离开咱的本性来上太平顶去啊！咁是安尼吼，所以咱就袂使离开咱离开咱的本性，咱这马这特别当作遮听话。安尼啊，你若讲经，你若离开掉，因为伊讲性，伊本来讲经不离性，说不离心，一切万法由心生，一切万法就由心灭，敢是？你咧由心生，由心灭，你个离开心甲性，来讲个是毋是倒咧外道？属于道性的外道。所以呢，变成讲，伊怎即为邪常？所以因为自成人无常皆无常啦，成不倒。所以这就是怎呢？因为咱当做会员，自成人就是讲阿罗汉的意思。自成人讲阿罗汉的意思。凡夫就是咱咧讲这个这个六道，就是众生啦这叫做法。自成人就是讲阿罗汉，来当来时阵大圣，这个到菩萨佛去，这是家己解说。毋过呢，各生八道，因为来讲用到了常见我乐啦常经我乐，常见我乐啦这叫做因为凡夫，咱后壁即嘛不讲啦咱后壁就讲起啦凡夫有四种的颠倒，离无常皆常，凡夫离无常皆常，无情皆情。无皆我，苦皆乐，这叫做凡夫的四种颠倒。自成人有四种颠倒，自成人就是常皆无常，咱是来写伊就是常皆无常，常静无静，
常见的。无情计情，无我，这个问题，第五项吼，伊的第五个长期无常，静寂静啦吼，以前。第五项啦吼，无我，我变无我吼。常乐无尽，常乐无尽。到第号吼。因为这是这个二乘人啊吼，二乘人就是讲，这个叫阿罗汉，这就是凡夫啦，这四种是凡夫啦吼，这叫做颠倒，叫做颠倒，这叫做四种的凡夫，四种的颠倒，这个二乘人四种的颠倒，安尼对啦，所以咱讲叫做成八道吼。伊叫做哪？伊才叫做共成八道吼，变种的颠倒安就对了。像变种的颠倒，伊无常计常，叫做常、静、和、乐，这四样吼，讲这八道出来。这个常、无常、计常，这是反悔。什么叫做无常？人生来讲，这个世间啦，这是无常的变化，无常的变化。但是咱人来看来到这个世间，永远就是人，人永远就是人。安尼，人来到这个世间，咱嘛知讲，人生是一个，这是一个无常。但是人生这面，这个常就是讲，它无变化。常是不变的物件，唔过呢，咱凡夫的即是无常的物件，无常计常，对，即是这个常的物件。成印象，这叫做执有，成执有，有一个我，有一个执我，执有，只有这个我来，我就可以走，我两个就无咧走，咱知人生有来一定好去，是毋是呢？毋过咱人生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若爬着要死，爬着要动，爬着，迄个咱会惊袂？咱嘛要惊死。毋过呢，咱嘛知这是一个无常的物件，咱嘛知这真正会走的物件，伊这就是凡事有相，皆出希望。但是，毋过呢，咱就是对家己这个肉体放袂下，甲执意叫做我的无得啦。咱想，有这个执，有这个执我，咱人就有苦，咱人有苦。我身体人健康，我以前就好，我身体人直接破病，我就想到做这物件。伊就开始执啦，执着就执啦。毋过呢，伊本来咱人就是心脑变数，这是一种的过程的物件，这是必然的物件，毋过咱咧放袂下。咱想讲要等进入世界，但是咱这个肉体无方便，咱等进入世界。这个肉体咱带会倒转去，咱嘛知这肉体带会倒转去。咱要去进入世界，毋过咱这个肉体满条件。是毋是安尼？毋甘我这个肉体，但人知影，咱这个肉体对咱生来还是有变化。你若去到看你20年的相片，甲你看40年的相片，甲你看60年的相片，看变化，其实一直变化，变化有一定年纪。但是变化过来，这是一种一定这个物件爱放下，对不对？无常嘛，无常咪毋过伊计常
修禅的禅啊，一大面去7块，哦，对不对？有积就生，有物件出来，想不开，思不通，放不下。你想这物件，想你讲吞袂去，这你食袂落。医生来讲，你生活安怎样，你就烦恼过来紧啦。你想阮太太，这两个去手术目睭，你手术这边人想，你也烦恼过来紧啦。烦恼啊，毋知顺输买，毋知咱当边，毋知手术爱开偌济钱。医生讲后健保的，3万的，看头前，一点看无。若5万呢，是看对；若8万呢是看对；到10万是看对。到底我是要手术10万呢，还要手8万呢，还要手术5万呢，要手术3万，都看上一对去啊！你听有？若无手术8万呢，若手术结果无坏，看无害去。毋人讲手术迄健保就好，健保就好啊。不你靠地，佮8万呢？若无好势，无那害了。所以变成你啊，你就咧想这你咧这个物件，安尼听啦吼。所以到尾啊，反正咱来讲啊，你健保就好啊，到尾啊，手术健保。手术出来了，计计8讲，我是光啦，无影不头前看无，要爱3万呢，迄个看咩看无，看见咱看无啦。若8万来看咩，8万来远见拢有坏。结果因为医生用迄个用迄个健保手术切开拢总有坏，迄个烦恼拢无去，迄结拢无去啊！我是咧讲真啦，因为怎讲？因为你面对着因为无常的物件，毋你唔敢，你计着切，这个计或者一直切，一直切掉切，这或者一直点的，你给它点的，到变把的这个点的。种生完了无，咱拄着病，咱只能来找医生，你放下。你以为伊倒安尼，咱叫世界尔，这几个万嘛，做是自我影响什么人，毋免倒转。你才有伫遐带咧食咧，困袂去，无必要。但是毋过咱重心，就是有遮个用主观的意识来坚持，毋甘我这个物件，毋甘你无你要哪，加痛苦的，敢有这件好事？所以这是咱变革，该面对着，因为咱知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大体，这是一种伊的功夫过程尔，这毋是会当有点仔保留。所以只有无情价值，这个个长久无乐，无情价值，来到这个世间有这样情体。毋过呢，咱是讲世间的物件，咱看到，对谁无清气？到谁故事就是安尼讲啦讲有一天的时阵讲有一个迄个日本，伊这个飞翔过来台湾，伊就是去这个个每一个庙寺拜师啦，但是这个飞翔迄个行，命行，迄个行到人一忝，嘛喙大枵啦，到半暝当中，就是你食一水嘛，嘛有水通啉啊。毋过你行一个高边听着迄水沙，咱当到水是咧较早我做囡仔时阵要烫鱼若咧水斗无管在什物清气都惊人，你听无？迄水若捌开咧，讲若下线就代表清气；水若捌开咧，若下线代表惊人。安尼啦，这水斗咧本来清气惊人，这是甲个水斗上好尔，对不对即摆啉的啉一道去到头前这4只猪仔都生虫啊！迄物件拢流起来，迄水拢流去后壁。迄精会不精？所以这个悲伤就是你行人就落来就听着迄水沙，就落就咧泡水就啉酒，啉的人嘛行到跳，嘛行到疲了，上休一困，放脚困。
啊，从建立起来吼，啊，甲讲，我啉的水吼，迄是毛仔锅内底流出来，迄死人骨头的内底，迄死人，迄骨头死人水这物件，看着迄物件当中，讲糊涂啦吼，无看见咧傻傻着吼，啊，先看着啉咧到尾啊，安那冰白，啊，其实迄是啥物件？迄是心态的问题，因为无心，价值，世间物件做啥物情起来好，但是因为咱众生的物件内底当中，人凡所有相，该是讲物件。世间是地嘛，那叫地世界。这叫做执有，咱拄则讲这叫做法律的执有价值。无心于这个世界的无心的物件。无对一项是真正，这个咱所以讲叫做世界，叫做真正净土。所以净土就是讲无理念那个净土。感谢咧，咱台湾这个土地，世界来讲台湾，做一个无理念净土。咱今日讲空中啦，这个疫情的病菌啊，讲真，咱无看到啦。讲伫这个空中的内底这个传染毋是讲。你到我常常讲，有一点，咱伫空中的内底当中，迄个益菌，安尼咧传染，但是你看到，你无通看，比如讲今日你内底甲关怀，你甲关怀啦，甲关怀放较好势，经过一个月，你即个倒目笑笑，经过一个月，你倒来甲笑，惊人无？为什么拢关较好势啊？放较好势啊？风过所嘛袂入来啊，是安尼会入来。你经过一个月，你甲试咯，我就有惊人的哦。是毋是？因为这就是因为伫这个世间的内底，这就叫恋爱的世界。毋过咧，众生的颠倒，就是伫这个无情的内底当中过情啊，安尼听无？就是过我世界当中这个物件，所以咧，见甲见就是污染的物件。既然污染的物件，就是无干净的物件，安尼对吼。用这个角度来切入，用这个物件来切入，咱300万感觉伫世间的内底当中是污染。污染这是物质的污染哦，但是佫一种叫做心灵的污染。心灵污染是比物质的污染较厉害哦。安尼讲了，咱有经常看到这花世界，五花八门的社会，咱做爱看迄种物件，人会讲，咱心着袂当看，但是咱甲看到，因为咱看，若用目睭甲看，咱毋是用想象吗？你会使看，甲袂使看，毋用想象吗？但是问题伫这一个所在，咱的心的内底有迄个功夫，因为咱的心看到物件，就把迄个物件，理解伫咱的心。其实毋是目睭理解，是咱的心去影响着。所以呢，因为无情，是因为咱这个心的无情，毋是咱的眼睛无情。我只有一件事分了了合适。眼睛就是讲咱的自心，这个心叫理解着。所以呢，因为这个就是讲每一点无我，对无？无这个我啦，凡所有相，毋是我的物件嘛。咱就是我心、我眼、我念，拢毋是我内底，拢爱听我的，爱尊重我的意思，是毋是？过你这个物件，无我的物件，这个我是咱就是执着嘛，这个我的物件。咱无执着感受就是我的物件，所以你假就是执着嘛，假我，你会听我的，我的意思就是安尼。我请问，咱一个家庭啦伫翁某之间。翁的主宰你想法，你爱听我的，迄个某会看我的，迄个某的主宰你若相反，迄个翁会快乐的，迄种艰苦啦，对不对？迄叫做主宰你。什么叫做主宰你？主宰你就是讲，我今仔日爱听我的，即我的个人意见，这毋是叫众生吗？所以这个众生，这个原本就是无我。假我，咱更加我嘛，所以不得毋等于金刚经的第3门咱讲，所谓的欲菩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
讲是有我想，我想到即话就是才讲出来，我想到即话，就是有我，毋是攀着迄个理想，理想就是有我，有你，有我，咱讲着点安怎讲？咱着点讲我咱着点讲咱，是毋是咧？咱无讲我，安尼啦。所以有阵时因一寡遐人讲什么？讲咱太太，我太太啦，咱太太，讲咱太太，我太太啦，咱太太，咱们做伙太太，咱太太，伊是定咧讲的，大家都是一家人。但是爱即句话是安尼解说的，即句话讲贵妇人，还是某太太，即句话就会使直接解说咱。若思想上的内底当中，咱的工课，咱逐做来做，即拢会当来讲。那因为阿某的物件就会当咱太太，即句话讲到人听怪怪，所以呢，伫这当中呢，因为伫即个母母内底当中啦，本来就是母母，但是咱嫁我。有嫁就是有接触，有接触就是一定有生什物件，有生出一个欢喜的物件出来，这叫做嫁乐。好，嫁乐，咱伫世间的当中好快乐较济，痛苦较济。其实咱是靠咧随乐呢，咱是靠咧随乐。我即摆做一番咱的比喻，迄个即两日的时阵啊，迄个大家妈祖要断桥啦断偌济8暝到日，7暝到日。9日8暝。9日8暝啦9日8暝。是大家用断桥迄个，断落到北港河，离北港去到，迄断咧是过来8公里，我讲是可能是8公里，可能用行我大概断港行袂算啦。嘛断港大家足欢喜的。断港带冤家啦，带收下，带遐咧抢桥啦，带遐咧，愈加一大堆的是是非非啦。你想遐有眼歹人讲去咧抢桥啦，即马30万高本嘛，其实都快。咱把迄个哪呢？把这个好甲记录，因为安怎讲，咱如果足欢喜，足欢喜，其实是一个足痛苦的物件。真正快乐是心，我即摆讲一个事实，我了解迄个小可的爸爸，你就知影啦伊做好功课的。迄人咧讲伊讲伊做上头前，当伊讲好，但是小可老爸仔死的，你知影？气甲死，我创袂死的，我都毋知影。这边就恁讲啦，伊是气甲，先咧气甲，因为人咧讲大桥人咧桥板咧行。广告迄个放炮拢放伫广告头前啦，伊个大桥都了边个嘛。是咧放炮，是咧庆祝什么新年头啦，放炮，迄炮放咧那像咧炸一堆乌烟瘴，乌起来。乌烟，迄堆乌烟拢叫做哪个呢？拢冻，你敢知影？迄乌烟冻，迄个乌烟拢对迄个平常烧的，拢对起雾去。起雾，因为人若跟咧广告，人若跟咧讲大桥，就请伊去，就做爱广告的你，惊面惊紧啊！但是虽然行嘛是辛苦，毋是袂但了欢喜，但是伊长期性受迄毒咧伊个起雾，毋过呢，因为迄阵仔当中发觉着起雾气感，变着无理啊！迄规个起雾内底当中，拢是咧泡药的，拢是泡迄个毒的物件。咱真正把苦放出来，把苦去，什么叫做落？因为咱人毋知对真理的覆盖来研究，学习真理。你像咱今日大家我遮听道理，互相研究，对真理的物件来清楚，这个叫法起。法的内底，法的内底起。咱毋是伫苦的内底，毋是伫苦的内底咧随乐，毋是安尼。伫法的内底咧随喜，咱这叫做欢喜。欢喜就叫做，因为迄个麻痹，迄唱落了后，足苦伊家己毋知影。就像食酒啊
然后食手快乐，食手满意啊，啊要食手，哦，迄陪，迄太太若咧聊咧面，啊无你想我买食手唔知偌几万，啊无你想我啊，好喜欢食手啊，大家咧练笑闹，大家唱歌啊，点点，大家拼手啊，啊看拳啊，好足满意啊，足刺激的啊。但是等者了后，做啊等啊等到吐出，啊有拢有，到含惊咯无走行，含骑车嘛无走行，含开车嘛无走开，甚至喺度等着，啊等到春节安尼就煞咧，带春迄边啊吐几暝，甚至内面好势要扫病嘅，安尼有落无？安尼有好，所以是靠计划就是众生，啊这众生嘅变做就是安尼嘛，安这。伊袂当去找真理嘛，所以佛都甲你看啊，因为外道伊就是这个邪上偏恶，主疑心人，就是主疑心人，就是讲阿罗汉嘛，疑心人有上紧有上嘛，哦，强行八道嘛，故意逆反了命吼，当然等一等再来讲这物件，先先讲吼，这是叫做哪？叫做反复，吼，这叫做执拗。只有众生的执拗，唔过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异性的执空啦，异性的执空啊。上见无上，伊就变得啊，唔是无上见上，我上见无上。哦，这无上就是空啊，世界中空空无，但是空中有有无，有的有空哦，咱一定爱了解这哪是真相。菩萨咧行路空中有有啦，有中伊毋是讲即个空啦，所以阿罗汉伊修炼，就是伊即空的物件，所以叫做修空嘛，他说修空嘛，伊修空嘛，哦，毋是空有不离的道理嘛，哦，空中要有有，有要有空，所以咱即边啊，上有不上，就甲人生当作是拢无希望个啊，就甲人生当作是个空的嘛，拢无嘛。叫做哪？四大皆空嘛，数皆空嘛，吼。因为阿罗汉就是讲这物件嘛，就讲这物件，只不过要空。哦，那叫做得一空，是不是？气头叫得一空。所以认真啊，一般点，我哋可会分享，因为伊的得一空的意思是啥？我哋离世跟他安排的都好啦，啊家庭好练啦。他们叫你事业不好啦，啊唔安怎，弄问题叫做哪？叫做看破，当时咧看破，啊这个看破叫做空嘛，是不是看破叫做空？伊唔是看头，伊唔是看头，看破甲看头是无相像下。哦，看头是菩萨咧看哦，看破是阿罗汉咧看哦。啊！你是看破来看头，哦，你是看入对，当然咱因为你修菩萨道，咱是看头，一切世界的主相，我清楚，我清清楚楚，我了了的。哦，看头足清楚的啊，一切主相，空有不离道理，我足清楚的嘛。言行言面的物件，我足清楚的嘛。我无这物件我捌着嘛，是不是咧？所以咧，你阿罗汉你的相，对不相？哦，理经对无经，经叫做经对无经，咱有一个经，这个因为这四义若要甲解说起来，长进我的这四义甲解说起来，以真正以真义甲解说起来是讲什么呀？哦，这四义啊，吼，上六五经，这叫做四德啊。雄、长、乐、国、静，这个四德啊，吼，四德。这个雄，伊安怎解说呢？雄就是解出来我心。如来心，乐，直接讲什么物件？
落就是讲涅槃，涅槃，涅槃是落，这叫做涅槃。这个我，就是咧讲这物件呢，即是如来。即是如来，这个经呢，伊就是讲讲诸佛的正法。诸佛的正法，这常乐我净，这是阿罗汉经的物件，弥陀萨经的物件，以上。就是感觉如来发生去啊，如来发生对于我，伊个发生是讲如来发生就讲如来出现，落是涅槃，圆满的解脱，这个情况不对于我，这是如来，伊个发生有对于我，无对于，正是诸佛的正法，有对于我，无对，这所以因为咱达到不个上。落无心，伊是毋是上界无上，毋是情界无情，毋是我界无我，毋是落界，伊毋是安尼，伊毋是安尼。所以伊毋是阿罗汉的情况，伊嘛毋是即个叫做凡夫的执有，伊即有执有甲是空。上就是如来发生，如来发生，伊是如如嘛，伊是如如嘛，伊是无一切嘛，伊无对立法嘛。落，伊是真落嘛，伊毋是破界落嘛，伊是涅槃的真落嘛，圆满的解脱嘛，伊是我是咧讲到着如来的自性嘛，伊讲即经就是讲诸佛的发生嘛，的正法嘛，所以伊这就是菩萨正觉的物件，讲到是实相的物件，讲到实相的东西，实相的物件，无对立法的物件。本来咱拄则讲着凡夫的对立，甲阿罗汉的对立，伊就是经，就是变无经。毋过这个经就是讲啥物件？这个经就是讲诸佛的发生。但是因为我界无我，我就是讲啥物件？我就是讲这个如来的出现。你讲落界苦，就是讲啥物件？落界苦讲了你菩萨就是讲啥物件？毋过你阿罗汉的内底，伊叫做即空、时空。这是空的物件，情跟无情，什么叫做情？因为讲到自性了后，这真正的物件，讲到不得发生的内底当中，但是伊叫无情，但是这个我叫无我，这个我是讲如来发生，但是伊叫无是我，这个我就是讲，迄个我的自性，讲到永远一站的，毋是落去一站，落个苦，因无对法。所以呢，落伊就讲到涅槃圆满的物件。那安尼叫做哪？叫做真后壁，这好难讲啊，这叫加上真落去啊。真常真乐真满真情，真常真乐真满真情，就是讲这是如来发生，就讲涅槃的真乐，就是讲这是如来，这是如来发生，来讲诸佛的正法在当中，叫做常净无乐。毋过呢，异性因，伊就是指空。但你要注意这个空甲拄则凡夫的速度甲有限，这个物件若咱空无离开有，有无离开空，就走起下来，走起下来。你即离空，就变成哪？就变成无少嘛。你即离有，就变成哪？死是空嘛，有得叫一个物件尔嘛。你空有，你变成啊，叫开去了后，就咱就讲嘛，空就讲自性，有就发体，安尼啦吼。咱空有啊，叫开去了后，自性煞无用，变成空。这个发体变成一个哪？死体，袂简单诶，参像稻草无，咱像什么无痕的稻草人嘛，稻草人是啥子？稻草人无灵魂啊，安尼听有意思无？但是因为有灵魂，甲有一个肉身内底当中变成哪？变成化用的出来，会发生伫内底。我会当运用啊，我嘛当听，我嘛当讲啊，我嘛当运用啊。但是我若嘛分落去呢，一边是有，但是一边是空。
通坐即阿罗汉，又是即凡夫，安尼变成哪两边法？所以咱到这个如来我是有两边法，一凡是拢有两边法，即是如来有两边法，诸佛的正法有两边法，拢有两边法。这就是讲到底下来，咱一定要了解吼。所以咱讲，咱就讲凡夫的速度甲阿罗汉的速度，阿罗汉的速度有一种，凡夫的速度有一表。但是菩萨的内底当中常静无乐，就是因为又在空中，空在空中，安尼对啦吼。有了凡，这个要了解哦，了义中，什么叫做了义？吼。这点的当中呢，咱这个这个这个了义中啦吼，咱一定要了解这个，你讲到伫心我心性念经一有不一讲到底下来吼。这个了义就是懂得，这个了义是懂得，了义是懂得什么？你是捌什么啊？咱就捌诸佛的实义，了诸佛的迄个真实义，叫做了。刚才讲不了义，有些叫做了义，有些不了义。不了义就是不懂得，了义是懂得。到底是懂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义就是佛的义理，诸佛的义理。你有因为故意涅槃了义，故意涅槃了义当中，这个故意涅槃就是讲，你今日你修了迄个圆满解脱法，最高的解脱法，你懂得诸佛的了义中，诸佛的究竟的实中，这个教法。化破境界，伊就是用着这个故意涅槃了义中来破你的境界，化掉你这个境界。你不信任，那走去这边有这边方面。你若无这边有这边方面境界，伊才后来来讲是境界。就是用这物件来化你，就是以涅槃的了义中，用着真正诸佛的实义，诸佛的真实义。你甲你教育，你破掉你的境界，而显出真常、真乐、真我、真清，安尼对啦吼，毋是就是对立法的物件啦。对立法拢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对立法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吼。咱上一句来讲，因缘所生发，说即是空。业名的别名真是，这是当时流行不实讲，因缘所生发的物件，拢总是一种方便法。因缘所生发的物件，伊无出现，那缘起无出现。那讲因缘所生发的内底当中啦这个无对立的物件，有对立是咱这个心内底有对立。这个物件生出来了后。我会感觉好，我会感觉无好。但是迄个物件生出来了，有好甲无好。我会讲一个简单，一个兰花开起来啊，这个兰花伊本身有好甲无好。好甲无好，是因为咱人咧甲看好甲无好，敢是？因为伊即类兰花因缘生活内底有好甲无好。但是了义中就是咧讲即类伊兰花的实力。比如讲，咱过年，去买迄个兰花一捆，拢一扛走，买兰花用一架斗兰花才打，安尼啦。但是迄个兰花真年就迄个重的，迄个花瓣较重的，花瓣较重的也无用啥去买，无啥去买。但是因为迄个花瓣较磨得较菜啦那伊嘛展现他的业力呢，嘛展现他的骄傲呢，嘛展现伊作贪的物件呢，这里个咱把咱海考，这人个较重的这相对这较重的靠咱安尼较重的，伊想，我而且变现遮水了，你看，你搁做在花咧个，
因缘所生发的物件啦，伊无好甲歹，所以嘛原先无好坏，衍生无好坏，好坏在人性。但是因为你若加一个这个落去，你若加一个真毒，加一个真的落去，加一个真的落去，就是像我来讲这个，就是讲凶就是如来发心，毒就是叫凡心毒，魔就是这是如来，精就是讲所有性嘛，就加一个真落去，造这物出来。这对立法的内底当中完全拢去掉去，就无这对立法。有对立法，它叫衍生的对立，衍生的对立法，唔是伊本质这样。就我拄则讲的，即喷兰花内底当中，你甲碰到，伊有甲讲伊足水，来讲伊足歹的，伊嘛是典型，伊上较水一面让你看，伊嘛足骄傲，我才水，唔本来你甲放到地看海嘛。你甲海人嘛无讲，我就唔水互你看，我就要忍落啊！你看安尼讲，无啦，伊嘛是讲等到时间到，他忍落。无你甲嫌，伊会忍落；无你甲学了，伊会愈开愈水，伊绝对袂安尼。他们有什么观念？研究到这不然无切想，甲咧学了，我欢喜甲要死啊！若头嫌，我气甲要死啊！欢喜甲气拢总要死啊！叫做哪？叫欢喜死，叫气死。拢做死唔对喏，拢死到好处，拢死到无好处啦。所以呢，今日一定要了解，修学好就是要变去一点，好甲歹我拢接受，好甲歹我拢总无法度。我迄个钱家己到头前了后，就是无对对，一切我拢总接受。因缘所生发的物件，我伫这个世界内底，我拢总接受，我无好甲歹，这已经足够。我听一师母。我作业的话，我嘛袂伤心啊。我听一本人学落教，我嘛袂欢喜啊。毋是袂，我知影我清清楚楚，但是我何必要生一个妄想心伫遐内底？我无必要嘛。你妄想心，你家己有一个喜乐嘛，你家己有一个执着，有到迄喜乐，长期无落，你到有这个物件嘛。你若无一个执着到遐物件，无遐物件，毋符合培养家迄个意见的。咱是四样是为好势，这个物件，然后，咱作水种嘛，咱无下心嘛，咱下伫文艺内底尔嘛，咱无下心啦，咱伫文艺啦，迄个文艺，伊讲个听伊个灌个心，心搁较下落去，搁较清爱出来，无真正甲转世心智慧，转世心智慧，所以在当中呢。比较好的条件，了大咱显着这真相、真毒、真恶、真相，造成情况。你已经归因讲出来。